来了，阿婆，我都没有你，在不嘛？大牛啊，便宜，BBQ 嘞，鸡肝咩便宜？要不然你那呢？老么啦，把老么嘞，你看了，把老么嘞。这个便宜你我随便买买，哎，后这边个毛你阿婆的这边，对嘞，要不啦？不要笑，不要哭。OK，你看，老五，那是做错的呢。我嘛是，我没有，你欧巴喂，欧巴你欧巴，我嘛，你欧巴。啊，两个票了，那前两个别这个毛有弟弟，那边看你错了的，那不要不要。OK，叫我明天插口再前两个别，啊。这个毛也比了呗。后面，好的呢。只要我做切东西不是无鸡就行了。你晓得吗？走，保佑一定要是无鸡，不然我完了。激动的心颤抖的手。No on me, no on me 吧。无鸡了，来人，无鸡了，一二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哟，这啥子设备？几百的？哎呦，鸡肝，他这个了，你妈鸡肝，你妈！切把他们，你不要，鸡肝，这个无鸡啊，这个都没花，看没无鸡了。切中嘛没有，加蘑菇了。鸡肝，鸡肝那个，这个，那这个了，鸡肝，我刚刚都做对了，鸡肝了。那这个这个了，那这个。哎，他切你了。我3杯，爸爸讲，那我就算给你100无鸡100肥是吗？你他妈个阿婆不要嘛？我得背，我牛等会儿。这个我都没了嘛，怎么？再给我50万了，我给他700万了。把你们不要你干的了，快了！让人让人，走不了后门就是鸡肝了。俺那臭肉面不是鸡肝呗？你朋友啊，吃那边的，臭肉面不？这个了，从老板娘工资的，你看阿婆不要嘛？你老看了，你家包人啊，这随便不多少了，啊，我家好的了，那个。鸡肝了，老板快点来帮我做这个鸡肝了，鸡肝了，文总。干蘑菇了，阿婆不要嘛？把肉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那对哟。好几嘛，交到我，不是无鸡，我请我呢。还得无鸡鸡肝呗，嘟嘟咯。这个姜母毛了，你还得用得了你。哎，那叫泡不？等我叫泡不？一半是翡翠，一半不是。我刚才不是你那种，你阿婆不要嘛，叫了你我。不是真的。你们说，评论区说无鸡多还是说翡翠多？看一下，这个来算。啊，我都标了，都背他。鸡肝标了免一道，你我背啥背嘛？叫标了免一道，我有背完我。别说了，我给他说免东西，你阿婆不要嘛都。评论说无鸡多，他就给我100；说翡翠多，你听到了？来我嘛，他姜母不准你用啊，哎，这边没，好的就你阿婆不要嘛我。OK，我不要的，看你说了给喽。对，没有那卡你，什么那看你？我卡你屁股。把关点啥了？那看你听着。这我脚底了。那看到吗？你这你那看呢？哎，你我拿了，你听到了？没有那嘛，你那嘛我。好了，阿婆。我都没有你。